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4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55天。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不仅给乌克兰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让乌克兰人民在这个寒冬中，在这个零下20度受到煎熬。实际上，俄罗斯呢一样的叫内外交困。俄罗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是暗流涌动。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在战场上，俄军迟迟没有任何进展，可以说叫龟速前进。无论是在波克罗夫斯克还是库皮扬斯克，这个俄军都没有任何进展，还在这儿进行无谓的人肉消耗，每天丢下上百具甚至上千具尸体，但是却没有任何收益。这种战争还能坚持多久呢？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一天之内就发生了312次战斗，这还不是最多的，但是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第7军团战报它是波克罗夫斯克北部以及通往格里申的道路上发生战斗。上一周乌军共打掉和击伤386名俄军，比一周前增加了近 25%。 俄军正试图在波克罗夫斯克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敌人使用步兵突击队并得到无人系统的支援，该市北部部分地区冲突仍在继续。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北部集结兵力，并日益积极地将步兵调往格里申方向，特别是敌人正试图从东部、北部和南部方向强攻该定居点，然而他们的意图没有得逞。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摧毁了一个俄军的步兵连，127个俄罗斯士兵被消灭，还有9人受伤，7人被俘，10辆全地形车、3辆汽车和2辆摩托车也被摧毁。在莱曼方向，乌克兰继续系统的摧毁俄罗斯占领者的后勤和人力。在乌军的无人机面前，俄军四处逃窜，但逃无可逃，只能束手待毙。在前线俄军付出太多，但又收获寥寥。2月9日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弹药库和俄军的指挥所，并摧毁了一座无人机仓库。乌军总参谋部通报称作为削弱俄罗斯侵略者进攻能力措施的一部分，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对俄军占领区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敌方军事设施进行纵深打击，特别是在2月9日凌晨对俄库尔斯克州苏贾镇附近的敌方空降部队指挥所进行了袭击。在赫尔松地区俄军占领区的诺列克西伊夫卡村附近，一个敌军弹药库遭到了袭击。在米尔诺格勒德方向，乌克兰部队控制了该市北部地区，敌方正加紧对该市北部的攻势。米尔诺格勒德市中心与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防御部队正在开展搜索行动，以阻止侵略者进一步推进，并摧毁俄罗斯人试图用于支援突击小组的作战装备。这个是乌军东方军事集团通报称，1月份乌军第412复仇女神旅的作战人员与友军部队协同作战，摧毁了9套俄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目标包括一套罕见的朝鲜 M1991型火炮系统和2套日制重型火焰喷射系统。乌军第16军团2月9日在脸书官方账号上通报，乌军当天收复了哈尔科夫地区楚湖尼夫卡，并且俘虏了一部分俄军士兵，当地气温已低至零下20度。在后勤补给完全被切断的情况下，俄罗斯士兵用理智战胜了愚蠢，他们选择活下来，不再为普京做无谓的牺牲。乌克兰军队随即在当地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乌军第225团俘虏俄军2个冲锋队发布通告，警示俄军，所有放下武器的俄罗斯人都会活下来，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乌克兰，你们的任务是活下去，不被你们的指挥官谋杀。我们呼吁第127摩步化步兵师、第394步兵团、第114摩托化步兵团和第218坦克团，以及第5集团军的第57和第6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如果你们听到投降就能活命，那就照做。这是奥列格西里亚耶夫指挥官命令，也就是让被围的俄军赶紧缴械投降。从战场上看这个乌军不仅没有被俄军打垮，反而现在还有点这个反
反攻的意思，并且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2月9号在脸书官方账号也发文说，今年1月份乌军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实施了48次远程纵深打击，导致俄罗斯炼油整体减少了19%。他写道俄罗斯在对乌克兰人的战争中依赖其可信赖的盟友，什么东西呢？俄罗斯人的盟友就是霜冻和黑暗，但敌人不会击垮我们。谢尔斯基说1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稳定了前线局势，阻止了敌人，并有效摧毁了他们的人员和装备。上月俄军总损失为317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000人，这一趋势必须继续加强。谢尔斯基称，乌军击退了俄方持续大规模空袭，完成了部队人员配备和一线部队补充，进行了大量防御工事和工程建设，维护了社会安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战线上面，俄军不仅没有任何建树，反而现在有被乌军压着打的意思。乌军现在对吧，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些炼油设备、炼油能力，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那么在其他方面呢，依然形势非常严峻你比如说吧，现在各种信息显示被禁用新链给俄军带来的混乱还在加剧。俄军目前正紧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弥补。很多网络视频显示，前线俄军和俄罗斯军事博主们在痛骂马斯克。遭禁用后，俄军目前几乎全部新链终端都已无法使用，一些俄军气得直接将终端踹烂或者废物利用当小餐桌使用。乌军第59独立突击旅无人机部队的一位通讯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俄军被禁用新链后，记录到俄军无人机数量显著减少。此前俄军将新链安装到闪电2无人机上，让其充当 FPV 无人机和母机和通讯中继器。这些闪电2无人机能够深入乌克兰腹地50千米，一次可以投放多架 FPV 无人机进行攻击，而现在几乎已经不再记录到这种袭击。你看看这个马斯克可以就釜底抽薪，俄军在前线又遇到麻烦了。这个俄军失去新链网络后俄罗斯士兵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而乌克兰已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发动反攻行动。面对乌克兰士兵进攻，俄罗斯士兵束手无策，呼叫不了炮火支援，无人机又飞不起来，只能眼看着一个洞穴一个洞穴被乌克兰士兵清理。那么在外交上面呢，我们不管西方媒体是怎么说的怎么报道的特朗普，但是特朗普有的时候做法那还是对俄罗斯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你比如说这个新闻周刊文章分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相关言论称在围绕乌克兰和平解决问题持续进行的外交博弈中，俄罗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一次在政治上颇为敏感的打击。也就是普京本人现在还不敢得罪特朗普，还在跟特朗普周旋，但是他的手下他的爪牙拉夫罗夫已经忍不了了。拉夫罗夫公开指责特朗普延续其前任拜登的政策路线，现任美国政府的行为表明俄强硬路线并未改变，也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有所改变。这是拉夫罗夫自己说的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拜登主义。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口头上否认，但他们依然轻松地推动相关法律，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继续。拉夫罗夫还声称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曾在去年8月安克雷奇峰会期间达成了某些个人层面的共识，双方当时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理解，但此后美国背弃了这些协议。也就是特朗普本来在去年8月和普京在那个阿拉斯加州对不对达成了一个出卖乌克兰的这个共识，但是后面被欧盟被乌克兰极力反对，当然美国国内也反对，所以这个事按照拉夫罗夫的说法，那就是特朗普后面反悔了，叫背弃了这些协议。报道指出，这类言论不仅具有政治意味，也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指责特朗普延续拜登主义，实际上是在质疑特朗普政治形象中的核心要素，即对乌克兰危机的相关承诺。报道认为，拉夫罗夫的表态既可能是白宫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可被视为对美国总统声誉的一次打击。拉夫罗夫还说我们不应该对特朗普向欧洲和乌克兰施压的做法过于乐观。也就是说，特朗普和欧洲还有乌克兰施压也可能是障眼法，就这意思，就是我们俄罗斯人没必要过于乐观。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乌克兰和平，这当然很好，但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中，第2轮谈判在阿布扎比举行，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俄罗斯人多多少少表达了对特朗普的不满，这是在外交层面俄罗斯也很难从美国那儿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所谓的和平谈判，所谓的停火，现在还八字没有一笔，那就更谈不上，对吧？乌克兰割让乌东4个州，领土换和平。相反这个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敌视那是更加浓厚2月9日，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受所谓俄罗斯因素影响，部分此前未拥有核武器的欧洲国家，如瑞典、挪威、德国和荷兰，正考虑自主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报道称，长期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欧洲，如今开始公开探讨构建一种针对俄罗斯的新型联盟框架，该框架可能以法国和英国的核武库为基础。文章同时指出，相关讨论也直接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行。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欧洲盟友动摇美国对外承诺，甚至威胁获取格陵兰岛，这些行为削弱了欧洲对北约宪章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的信心。也就是欧洲，你看要他们再组一个小群，专门针对俄罗斯，而这个小群那是以英国和法国的核保护伞为基础。从外交上面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获得了什么呢？他获得了更多的敌人仇人，他失去了更多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他已经失去了叙利亚，现在正在失去伊朗，他已经失去了委内瑞拉，正在失去古巴。这就是俄罗斯目前在外交上面、地缘政治上面面临的困境。那在经济这块呢，就更完蛋首先是这个普京不是卖乖吗？特朗普不是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吗？对吧？和平俱乐部，要想成为终身会员，那交10个亿美金，如果不交钱的话，那就成为这个叫临时成员，到时候可能还把你踢出去。那么特朗普向普京发出了邀请，普京马上就同意了，而且准备给10个亿美金。但这10个亿美金是用俄罗斯在美国被冻结的财产支付。你看这算盘打得多响。普京原用俄方被冻结资产支付和平委员会的会费，美方尚未答复。根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2月9日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9日表示由于使用被美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付和平委员会的10亿美元会费一事，俄方尚未收到美方的答复。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设立。普京想占特朗普的便宜，特朗普是个生意人，所以说你想占他便宜也不容易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呢？这还没完对俄罗斯经济上的绞杀一刻也没有停止，套在俄罗斯脖子上的绳子是越勒越紧。根据天空新闻网报道欧盟计划首次对服务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第3国港口实施制裁。第20轮制裁方案涉及格鲁吉亚库勒维港与印度尼西亚的卡里文港，并可能新增老挝、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银行的制裁。就是欧盟对吧，逐渐的收紧勒住这个俄罗斯脖子的这个绳子，一点一点的收紧。这还没完，刚才说了特朗普表面上跟普京你好我好眉来眼去，但是私底下这个手下他也没闲着这不，根据五角大楼称美国拦截了一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这个不知道是第8艘还是第几艘了，又给他扣押了。五角大楼称油轮阿奎拉2号违反了特朗普在加勒比海地区对受制裁船只实施的隔离规定，该船试图逃避当局追捕，美军从加勒比海一路追至印度洋，该船受到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瑞士和乌克兰的制裁。你说特朗普这做的是人事吗？你说就一艘船从加勒比海一直追到印度洋，真是不远万里深深给他扣下，这把事都做绝了。这一事件发生在2026年2月9日左右，是美国加强执行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制裁的最新行动。根据五角大楼和多家媒体报道，美军在印度洋成功拦截并登船检查了巴拿马旗帜油轮叫阿奎拉2号，该船涉嫌运输非法俄罗斯石油。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在特朗普第2任期内加强最大压力政策的一部分，针对俄罗斯石油收入用于资助乌克兰战争的关键环节。所以我说这个俄罗斯是内外交困，战场上没有占到一点便宜，外交上面也没能占到便宜，越来越孤立，经济上面那就更惨了现在欧盟和美国特朗普也是逐渐收紧这个
手中的绳子。虽然普京对俄罗斯信心满满，却被俄总理的话揭了老底。关于俄罗斯经济面临的状况，这两人的看法显然不一样。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对俄罗斯的经济还是很乐观，说去年GDP 增长了1%，虽然下降了，但是是主动为之高质量的增长了，低质量的下降了，就这意思。但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急剧失速的经济现状。这可是俄罗斯总理自己说的总理是管经济的嘛。他说内阁当下的首要任务是为今年的国家经济增长提供明确的目标与执行方案，并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刺激增长。米舒斯金不仅承认经济急剧失速下滑，并且强调政府正在想办法，而不是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也就是还在想办法怎么解决。要知道2026年已经过去了第一个月2月份也快一半了，但俄罗斯政府正在想办法与设定目标的阶段，而这种务实且带有焦虑感的表态，与总统普京不久前对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定调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又显著的偏差，甚至有揭老底的既视感。在不久前公开讲话中，普京虽然承认去年俄罗斯的 GDP 增速从2024年的 4% 下降到 1%， 但他将其解释为这是一种主动的理性的人工调控的结果，目的是抑制过热的通货膨胀，经济慢下来的是政府在主动踩刹车，是近在掌握的宏观调控。可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这位技术官僚看来，这种慢下来不是车太快了主动降速，而是更像是车坏了，或者是车没有油了，以至于他不得不公开要求部下赶紧想办法加油提速。这种表态上的不一致，实际上说明了俄罗斯高层在面对经济危机时，面子与里子已经完全对不上。总统还在努力对外撑场面，而管账的总理已经发现场面早已撑不住了。普京的表态更多是出于政治稳定性的考量，他需要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传递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号。他把经济增速的下滑定性为调控通胀的副作用，本质上是在稳定后方的民意，告诉大家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是为了最终胜利而付出的必要代价。相比之下，米舒斯金作为技术型官员的领头人，他面对的是每天都在流失的财政储备，继续攀升的生产成本，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这些都不是依据人工调控就能解释得清楚的方面。道理很简单，1%的 GDP 增速如果是调控出来的，那么俄罗斯政府现在就不应该如此急于寻找刺激方案，甚至在2026年已经过去1个半月的时候，还无法设定今年的 GDP 目标。事实就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停滞已经超出了人工调控的范围，甚至可能正在滑向失控的边缘。当总理开始谈论需要创造条件来刺激增长时，就说明现在已经没有条件了。在过去几年的暂时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剩下的全是硬骨头和结构性难题。从2023年到2024年，俄罗斯通过疯狂的军工投入换取了表面上的繁荣，也就是生产了大量的东西但是很遗憾，这些东西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只能在乌克兰炸掉。这就是咱们以前一直分析的吧，你这种投入国内的经济肯定会增长， GDP 也增长，但问题你后面还买单呢，因为你这东西它不是产生效益这种投资没有效益，对不对？投的越多，虽然有刺激 GDP 上去了，大家工资好像也涨了一点，但你这东西是炸掉了，它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效益你这能扛得住吗？所以说这个疯狂的军工投入换取了表面上的繁荣，大量的财政资金涌入军工厂与前线合同兵的工资卡里，这确实带动了 GDP 的短期暴涨，但经济规律表明这种增长无法一直持续下去。军工产能挤占了大量的民用资源，尤其是劳动力，数十万精壮劳动力被送往战场，拥有技术的中产阶层逃往海外。俄罗斯失业率降到了 2% 的历史最低点。俄罗斯已经不是失业问题了，俄罗斯而是缺人，缺劳动力。所以他为什么要从印度引进100万三哥呢？一说到这个，黄俄就不开心了，对吧？黄俄对俄爹那是尽心尽力尽孝但是俄爹那边他就不打算让黄俄去打工，宁愿要三哥。你说这叫什么事？黄俄也是有苦无处说黄俄说我本将心向俄爹，奈何俄爹召三哥。2023年
到2024年这2年间，俄罗斯的通胀率一直在8%到10%这一高位内徘徊。为了防止卢布崩溃和物价飞涨，俄央行将利率提高到惊人的20%以上，在去年成功将通胀率压到6%，但这也给实体经济带成了沉重的枷锁。对于总理米舒斯金来说他现在正面临巨大的压力。普京多次传达出调控结束的信号，强调国家需要恢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普京已经公开立下今年俄罗斯通胀有望降至5%的目标，这叫不可能三角就是你要维持5%的通胀，那你 GDP 还要增长。在 GDP 增速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普京提前交给俄罗斯政府通胀控制在5%以内，这与国家恢复经济增长这2个任务，这种既要又要的目标，无疑让米舒斯金非常头疼。他必须谨慎斟酌，给普京的 GDP 目标数字 GDP 增速不能太低，否则普京不会满意，这会影响到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但这个数字又不能太高，因为有通胀控制在5%的硬指标在前，过度的经济刺激很容易让通胀再次失控，引发民众不满。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的经济预测几乎每个季度都在变，技术官僚们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感，因为战时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战争还要打多久，也没人知道西方的制裁还会如何升级。当米舒斯金说要给今年俄罗斯 GDP 设立明确目标时，作为总理他心里其实没有多少底，因为变量都不是米舒斯金所能控制的。所以最近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现在遇到大麻烦，实际上就是已经循环到一定地步了，恐怖螺旋呢，终有要爆的时。如果加大经济刺激的话，那么它通胀要起来，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它是个畸形，它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都吸引到军工那儿去了。大家也知道一旦吸引到军工那儿，它其他的生产就跟不上，对不对？你其他的产业银行利息18%、20%，你干什么能赚钱呢？你越干越赔，所以其他的产业就萎缩，只有军工这儿好像还热闹。好，大量的钱变成炮弹在乌克兰炸掉，大量的钱变成那些工人的工资，就军工行业的你得给人工资那工资一发还多。然后呢，俄罗斯国内其他的行业又稀缺，比如说面包吃的这些东西，因为它生产力跟不上，供应少，这边钱多，那是不是物价就要上涨？物价一涨，而其他行业的这些人工资可没涨俄罗斯老年人的退休人的退休工资可没涨他们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事这就是通胀。有人就说那他进口从白俄罗斯进口，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可以那你不要美元吗？而俄罗斯的石油对吧，出口现在在下降，你看看美国和欧盟是不是在制裁俄罗斯在扣押他的油轮，乌克兰还在炸他的油轮，还炸他的炼油厂、油井，是不是雪上加霜？他没有外汇对吧，他仅有的外汇他还要去满足买那个电子管是吧，或者是叫什么线路板，买那些导弹的元器件，买车床，那用来改善民生的钱就非常少，他能进口什么呢？所以国内的只要这些民生用品供应只要一短缺，物价是不是就飞涨，通胀就起来了。而那些拿死工资的那些人，拿退休金的其他行业的俄罗斯职工，那就苦不堪言，这日子怎么过？所以说这个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个老黄俄斯特列科夫在登缝纫机之余又开始批评开了他对这个格拉西莫夫、对库皮扬斯克相当不满意。他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和最有意义的信息是宣布占领库皮扬斯克不仅没有被占领，而且那里甚至没有我们军队存在的迹象，这是权威崩溃的证据。总参谋长就是格拉西莫夫要么缺乏有关专业知识、前线局势可靠信息，要么完全误导了领导层和民众，这比丑闻更糟糕。这正是军事权威的崩溃。而格拉西莫夫在这一切之后不仅没有被捕，甚至还继续担任他的职务，这一事实是范围内治理崩溃的证据。总之这个斯特列科夫把矛头对准了格拉西莫夫，公开批评这还没完。这个你说这个一个在牢房的人登缝纫机之余发牢骚也能理解，但是俄罗斯的这些宣传员现在已经开始倒戈了。俄罗斯第3大电视台 NTV
会罕见的播出一些异常直白的嘉宾发言。在过去这个话不能说的啊，给你封杀或者给你剪掉。但是现在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说技术失误，居然把嘉宾的这些话给放出来了，不经审查。什么话呢？认为这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无法取胜，让俄罗斯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称乌克兰永远不会被迫投降。其中有2句啊，说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继续抵抗，而且他已经在成功抵抗，乌克兰没有战败，也没有和平的意愿。第2句说啊，为什么4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乌克兰是一个极其坚韧顽强的民族，他们对战争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少。你看看啊，就是俄罗斯的电视台本来请来个嘉宾，本来是要给俄军打打气的，给俄罗斯老百姓鼓舞鼓舞，俄军必胜，对吧？俄罗斯是节节胜利。结果这个嘉宾上来就说了实话，而且这话还没被剪掉，这多多少少说明俄罗斯国内啊已经相当不满。这还没完呢，中亚那些斯坦国现在纷纷啊在脱离俄罗斯，在去俄化。那个乌兹别克斯坦是吧？前一阵子要在军队中和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把所有跟苏联跟俄罗斯有关的名字，这个植物大街的名字统统给抹掉，全部改成叫突厥语，这叫去俄化，非常彻底。那今天啊2月10号哈萨克斯坦又颁布了新的宪法，这个新的宪法进一步降低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地位，也就是要进一步要去俄化。2月10号哈萨克斯坦政治学家达尼亚尔·阿什姆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新宪法通过修改有关俄语的条款措施，降低了俄语的地位。中亚啊一般都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后花园，结果后花园起火。那么这个印度呢，趁机啊也落井下石。根据路透社报道啊，印度炼油厂已经正式拒绝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转而支持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目前印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信实工业公司啊，这个都是印度的石油巨头啊，说虽然还有一些与俄罗斯的合同没完成，但已经宣布从4月份起彻底拒绝俄罗斯石油。这些公司虽然还有一些3月份的订单，除了在途的可能还会接受之外，没出产的就不再要了。人家俄罗斯那个影子舰队啊，吭哧的还在半路上呢，好歹出来了你不要说不过去，合同范围内的，但是没有出来的就不要了啊，不要麻烦送了，反正4月份开始一律就一滴油都不要了。所以说那个2026年俄罗斯是不是它的财政就更加困难，它就卖给东印度啊，那东印度实际上消化能力有限，已经开到最大马力了，就这么多了，那怎么能东印度所有的石油都从俄罗斯进吧？那是不可能的啊，顶多给你30%的份额，那也是有限的。1月份俄罗斯的赤字达到 1.78 万亿卢布，占全年 45.4% 的赤字预算指标。油气收入暴跌 50%， 非油气税收普京给提高 4.5%， 却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解决问题。俄罗斯的分析机构讲，主要是对印度出口锐减成为俄罗斯财政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预计今年的赤字比年初预算增加3到4倍。俄罗斯的高利率、高军费、高税收这3高导致所有的投资停止，企业严重亏损。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深陷大衰退之中，这就是俄罗斯总理米舒尔斯基啊，对吧？睡不着觉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继续看看俄罗斯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在欧盟，对吧？在这个美国联手这慢慢绞杀之中，在乌克兰不停的给他放血，在战场上消耗这么一头北极熊啊，慢慢失血。经过4年的失血，他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值得大家关注啊！要不了多长时间吧，总有一天这头北极熊啊会轰然倒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